讲到电动车的市场是愈来愈大，业者想尽办法要来提升电动车的效能。国内车企厂就和工研院合作，开发全台湾第一型，嘛是世界第3型电动车专用的二速传动箱。比过去单速车企箱加速更较紧，电动车的动力也当提升10%。测试中的车愈走愈紧，到一个速度了后，车企箱会家己自动换挡，提升车辆的效率甲加速性能。工研院参车企大厂合作，开发出国内第一款电动车使用的二速传动模组。电动车有效提升10%的路程。可以让马达作用的这个效率是可以更高，所以会延长我们车辆的续航力。可以增加的是它的这个能耗呢，可以减少10%。这个换挡时间又是小于0.5秒。根据世界汽车工业协会统计，全球电动车市场去年总共卖出去296.3万台，比过去成长46.3%。专家估计，到2040年，市面上的车辆有57%会是电动车。大家都应该是非常的清楚的哈。那电动车里面最重要的就是这个动力系统。动力系统呢，包含马达。包含驱动器，还有一个很重要的就是齿轮箱。那这个东西牵涉到像我们本土企业，它长期以来在齿轮的制造跟设计上面的这个 know how， 还有技术。电动车市场快速发展，透过技术和国内传统产业有机会转型对着世界的脚步，嘛大大提升国内电动车动力系统。记者刘君和新竹报道。